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一起领受的经文是诗篇136篇。诗篇136篇感恩之歌第1节，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感谢万神之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感谢万主之主，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唯有他行大神迹，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凭自己的智慧创造诸天，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在深水上面铺张大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太阳和月亮，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太阳管理白昼，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月亮和星宿管理黑夜，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击杀了埃及人的守生者，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11节，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伸出坚强的手和膀臂，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分开了红海的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他的子民走过去，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淹没了埃及王和他的军队，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带领他的子民经过旷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击杀了强悍的诸王，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击杀了有威名的诸王，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击杀了亚摩利王西宏，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击杀了巴珊王噩，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21节，他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他的子民，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他的仆人以色列，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失败的时候，他没有抛弃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食物给人和动物，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感谢天上的上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篇经文从一开头就告诉了我们，这是一首感恩的诗。那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看要感恩什么呢？为什么要反复感谢？在诗人的笔下，上帝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这里的永远并不是我们有限人类所能理解的时间长短，因为人的生命是何其短暂呢？诗人所讲的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在永恒之下的慈爱。从宇宙起初的创造诸天，到我们子子孙孙的未来，神的慈爱始终如一地横跨了整个时空。这个爱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也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缩减。这篇诗篇最特别的结构就在它每一节都有前半句跟后半句。前半句都是描述具体而且是会变动的事件，可能有创造的奇妙，也有讲到战争的惨烈，然后也有生命当中的低谷。可是后半句就永远只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也没有办法决定的前半句。那它可能是很突如其来的挫折，人际关系当中的破裂，或者是身体的病痛。可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是，我们要怎么写我们的后半句。当生命遇到巨浪来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回应呢？是埋怨，是绝望，还是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让自己定睛在神的慈爱上面呢？我们常常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随波逐流。但是这篇诗篇告诉我们，信仰是可以赋予我们力量的，让我们在混乱中抓紧那位时时同在的神，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拯救。可是定睛于神，这并不容易。
而且这个也会需要训练。在我准备这个分享的内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部我之前看的电影的桥段，里面有一个很弱小的角色想要向一个高手请教要如何变强，高手只教他一招，大家一定会想说可能要有很扎实的训练，或者是要很久的练习等等，或者是会教一些非常厉害的招数，但他就单单只教了他一招，就是当对方的拳头挥向你的时候，绝对不要闭眼睛，绝对不要闪躲，就一直盯着他，一直盯着他，直到他在你眼前的最后一刻再闪开，对方就会因为扑空而跌倒。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其实这很困难，因为我们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本能的反射动作就是躲避跟闭眼，所以这个练习的本质并不是在练习一个很简单的逃避而已，而是我们要练习抵抗身体的反射动作，而且我们还要建立新的习惯。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当困难要挥拳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射动作就是埋怨、逃避，而不是定睛于神的慈爱。在今天这篇诗篇136篇重复26次的宣告，就是在教我们要做一个属灵反射动作的训练。我们要练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闭眼、不转身，而是要把眼光锁定在神的慈爱上。这26次的重复就是一套非常扎实的训练，它在训练我们的灵命，就是当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再是恐惧，而是要宣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最后，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训练，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再一次阅读1到4节，由我起前半段，然后邀请大家大声回应后半句。第1节，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要感谢万神之神，要感谢万主之主，唯有他行大神迹。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愿今天大家都有神的慈爱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今天的一大清晨就能够用阅读主耶稣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一天，也能够一起来亲近你。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许许多多是我们很软弱的，以及我们的生命里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困境以及困难，我们都会时常习惯用逃避或者是用抱怨、用埋怨的方式来面对。但主耶稣，从今天开始，求你用圣灵亲自教导我们，亲自操练我们，能够定睛在主耶稣你的慈爱，而并非逃走，而并非闪躲，能够看见主耶稣在这些苦难的背后，主耶稣你的慈爱仍然在那边与我们同在，就如同云上面的太阳一样，不论是下雨，不论是阴天，但主耶稣那个照耀我们的太阳都是在云上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看不见，只是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感受到，但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你的慈爱就如同那个太阳一样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所以求你保守我们在今天一整天都有主耶稣你的看顾与保守，让我们能够带着主耶稣你话语的力量度过得胜的一天，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